各位大家早早吼，真感谢大家呢来参加咱一场的这个新册的发表会吼。咱先介绍一下咱大家顶遮的人物一下吼。大生呢是咱这本新册的主角，也是咱这本新册的这个主编张如虹张如虹教授，咱土正来教授咱知影张教授呢是咱进前台湾大学外文系以及这个语言所的教授，当然退休。伊这本这个书展呢，嘛开几若档的时间，无简单才编出来。这部分呢，咱等下请张教授呢来讲一段伊的心得煞来呢，坐伫伊边仔，甲咱张教授正像的，这是个阿兄，张公路，迄个教授咱这个阿兄呢，嘛是进前嘛出一本嘛介正大本的这个台语的这个外来语的这个书典，佮煞来呢，咱佮边仔这位呢是咱林清祥教授，伊是咱进前台湾罗马字协会第2任的这个理事长，现在是咱这个名誉的这个理事长嘛是促成咱这届这个书展真重要的这个斗相共的重要的人物之一，咱等下请讲话。再来，我边仔这是咱，嘛是咱这届甲咱斗相共出版这个书展的这个亚细亚国际发布社的头家单位，伊店就拄好伫咱娱乐街遮尔，后摆有机会再甲斗相共特色。我叫文字本身台湾人，像你看呐，变较快啦后壁迄个推荐的第三个就是7月9日啊，这现在地位较正常些，这就是我提出建筑的原则。现在就是讲，我高到我无内容我完成。上天无，现在咧，我白话就是讲，我无收嘅文件数，你若看听报纸啊，内底拢有足侪个历史啦，讲中文迄个普通的讲话用对，写对。我用对，因为我不是真正性，因为台湾所处的环境10年来经济的压力，最近佫较早注意的压力即摆咧有经济压力，这个压力咧拢互产生真侪新的事，有个人经接受讲这个原因其实真侪拢已经吸收了来意，我是认为讲咱这应该先过来，因为咱教授本身是作者、主编者，所以拢会较客气所以我小搁介绍较深入一下啦，就是讲呢，基本上呢，我感觉呢，这本书展呢，应该是这几年编了上好的，而且上实用的，就是咱手无力的，安尼体力就摕当行，随时咱查你有啥问题，随时拢通翕，所以而且呢，伊这内底修辞，就是以咱平常时用的这个白话为主，过来就是讲有真就较新的，像拄则。张教授讲到进前迄2本迄个较旧啊，迄拢几若10年以前的拢无update，拢无较新的资料。咱这本会使讲上新上实用，所以呢，变若是这个咱若是讲从事台语的教学也好，从事台语的研究，还是讲你今日从事台语的创作的人，我是这应该拢有一本。随时有需要都拎起来查。这内底拢有地图。像将 ABC 的顺序来用包括我中文的这个解说，所以实在是真利便啦，真利便所以这本呢，我感觉有史以来应该是比较上实用、佮上赞的这咱应该甲张教授感谢一下这
用几若单的时间吼，真无简单，才编出来这个心得吼。啊，所以呢，咱感觉这本册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实用吼。啊，咱嘛知影，前一阵咱这个8月吼，这个做水灾吼，啊，咱东部呢，真侪学校呢，啊，拢有引起啊，包括这个图书馆呢，拢引起吼。啊，所以呢，咱这本册咱嘛甲出版社有答复，就咱新台有请中央甲出版社呢，共同要赞助500份，啊，就是咱这受灾区呢，咱即款学校内底呢。有需要这本册，啊，就只要 email 电话，还是讲传进来呢，咱都能免费甲寄甲到。哦，啊，所以咱特别咱东部这个西区的这个学校呢，若有需要呢，会当再来。咱出来呢，咱搁请这个伊阿兄啊，张公路教授来甲咱讲几句话吼。我从以前已经出版了吼。啊，就真甲中意，啊，就这个大概20几年前，讲到这个理念的代志，啊，这初步的果，我是迄阵嘛捌看过，啊，配合这还是足用心的吼，啊，足用心去处理这个内容，啊，确实。阮真好诶，这建案。啊，这内底差不多有看过，张教授讲，这拢用现代用词，课程内底，别个这找无诶，一档找，拄一个刀啊，哦，迄个查某囝互拍去后，这内底啊拍到台湾某一本字典找自己拍，过来，啊，即摆用电脑拢知影，哦，你几字，啊，几字架，这内底嘛有，所以少年人若不要用这部字典是足复杂，所以我咧想，咱台湾即摆所有，各大学内底有台语文学系学生囡仔，拿来读读，然后这本早年的书面，随时来找，就会当帮咱了解咱台语的基本的物件。所以咱这本会使讲叫做台语叫做百科全书，啊英语叫做 encyclopedia。啊，我咧一个当年高阳这个做经医师，伊讲百科全书英语叫做 encyclopedia， 大陆就叫做 encyclopedia。哦，这要对找encyclopedia 是啥？这本500几啊，要甲600啊，这本书店内底。所以呢，我真正会当你各位嘛当看到。这本字典，台湾的出版界引起一个轰动，多谢各位。啊，再来，来一家上哈哈，一家来一家上。啊，那我们再个私底下来请教这个教授，哈，还有咱记者会的先到这，啊，欢迎大家，然后来看一下咱的报告，咱私底下来请教。